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又搁赞又搁削，这个后籍害死情人囝防起诉。今年的3月，中华一个33岁男子不满4回情人囝吵闹，用脚甲赞，搁甲削出去外口，前后苦毒囡仔10点真久。这个小小的囡仔囝活活互苦毒到死。毋那安尼哦，这个情人囝的哥哥甲姐姐嘛共款去互苦毒。检察官侦查告一个段落，用杀人罪甲伤害罪，甲这个伤心的后籍来起诉，嘛请求法官爱判重刑。记者赶到现场，这个4岁囡仔被等伫厝的外口，下手是33岁姓陈的嫌犯。今年3月份，因为不满这个4岁情人囝唔食饭，用脚甲踢了，或者个囡仔头壳去弄到涂骹，头壳咧戆戆会吐。这个嫌犯佫爱家己拼，而且不满伊骹手伤粗，佫甲苦毒，最后是唔插因某甲阻止，将这个情人囝弹出去厝外，意思讲这个囡仔重伤无救，被抓起来了，佫讲是你教囡仔。被告是辩称。他是管教问题而伤害被害人，并没有杀人的犯意。因为经过检警调查，嫌犯苦毒时间前后有10点钟，而且唔那敢对一个囡仔苦毒尔，包括这个囡仔阿兄甲姐姐，嘛因为唔食饭这个理由被判。一届听囡仔咧哭啦哈，啊我伫咧边仔咧披衫，我才有听到啦，伫咧边仔披衫啦，我讲啊你咧哭哪？因妈妈讲，啊着因爸爸去做工课，啊着住咧吵，因爸爸甲拍。警方赶紧将这2个囡仔交予中华社会处去处理。检方伫咧调查后，嘛认为讲嫌犯将这个情人囝调工弹出去厝外，毋是过是致死，所以讲依照杀人罪起诉加上伤害罪，请求法官依照《儿少法》加重刑责。